带观众朋友来看2023年的高雄国际钢铁艺术节咯，邀请73岁杨富明甲85岁吴达华，因这两个艺术家拢是伫退休了后才开始创作。因虽然无受过专业美术的训练，也毋过利用一寡无路用的管仔，也是玻璃珠啊，嘛拢做出真有特色的作品。咱做伙来看卖。像这安尼来啊！家己去大林埔这间剃头店，外口真侪创作艺术品，也有各种公庙物品，佮有生命，亲像仙境同款。这些作品拢是来自杨富明老师的双手。伊今年73岁，退休了后才接触创作要20档。老师拢是家己学，运用一般石头、珠啊等等的素材，用手豆豆加豆豆念。伊将艺术品放伫银幕经营的剃头店内底，嘛受真侪人客学乐。有进前都有咧摸索啊，都有咧做啊。啊，退休阵全心有无落去做这啦？啊，若做这实在讲用精神落去，有10几年。啊，进前迄是拢摸索的尔。甲杨富明风格无同，这18月有大船要伫高雄港，嘛有爱河暗时景致。详细看，这拢是用铝管铁片连起来。图内底阁有台湾的字，才有台味。这是85岁吴达华老师自创的定位，将回水材料钉伫画板。老师为找管仔到制作，创作时间拢超过1个月。今年伊特别为高雄国际钢铁艺术节创作新的作品，来呈现高雄林园工业区的风貌。事件跟咱高雄有关的作品，像迄木棉花，阁有咱林园工业区的工业的景象，阁有咱爱河的夜景。以及咱高雄的大船入港、高雄港的迄风景，来特别甲咱展览。两位时代艺术家因无受年岁甲体力限制，退休了后接触艺术，因创作是水风绘作品，看起来简单材料，两位老师用双手，互因新的生命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